创世基金会长期咧帮助重症倒伫病床顶的失能者，不过目前伫咧花莲地区甲云林嘉义地区是拢出现安养院床位无够的情形，甚至有家己的失能者是因为在地安养院无够位啊，就爱互送去到外县市照护，所以互民众就爱来到支持，帮助因加设伫咧花莲甲嘉义的照护院所。建院一起来！花口好，希望大众斗相共，互创世基金会通伫花莲去安养院。创世基金会长期帮助食物钱，当将长期体床的失能者。创世基金会伫全台有17个安养院，但是目前还未伫花莲设点。根据花莲县府的统计，花莲县有超过1600位重度失能者。这地属基金会伫花莲只通以到处服务的方式提供帮助。我们一直在各地都希望每一个县市都有一个安养院，可以落实在地的安养。父母照顾者他也会老，当他年迈之后，身体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想照顾，可是他可能没有体力，已经负荷不了了。那所以呢，这个安养院的这个机制也一定要有。演员陈淑芳是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伊分享家己到失能者家庭的经验。这个家庭真辛苦，互伊感觉真唔甘。基金会讲，除了花莲、嘉义共款有照护容量无够的问题，甚至有失能者等无安养院的床位，互人转到表列。那真的不能眼看他整个家庭溃堤崩解，所以我们真的就帮他安排到比较远的我们的苗栗分院。那如果说那是我们自己的儿女，是我们自己的家里的长辈的话，你作何感想？创世基金会统计，目前伫嘉义、云林地区，也有20位失物人咧等待安养院床位。因拄了要伫花莲起新的安养院，为了增加嘉义、云林地区的失能者照护容量，伊也规划要甲嘉义分院扩院，帮助更较侪失能者的家庭。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